讲到这台中营总逼出讲有神经外科医生或者无牌的医材厂商，入去手术房替这病人开刀，检方已经去抄这营总和医生的徛记录。昨暗呢，甲这姓杨还个姓陈两位医生和这姓大医材厂商，依照违反医疗法申请羁押。那台中地方法院是考虑到培养专业是真无简单的，裁定两位医生拢是100万交保，检方是当庭控告。那台中营总也证实讲，这两个医生确实是违法，或者厂商入去手术房做手术，暂停这两位医生的手术业务，以上可即回处分。台中营总有医师去红标出来讲，那像互医疗器材厂商去手术房内底甲病人开刀，这厂商并无医护的执照。目前台中地检署已经介入调查，搜查台中营总甲涉案医师引导，初步认定台中营总姓杨、姓陈医师，还有姓陈医疗器材厂商，这3个人涉嫌违反医师法，申请羁押。地方法院裁定这2个医师拢100万交保，医疗器材厂商是50万交保，检方不服，当场控告。被告3人已坦诚犯行，相关的证据资料已经扣案或侦讯完毕，无串供灭证之余，又本案非属于法定的重罪，也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3人有逃亡的意图。台中地方法院考虑这个案件的被告，要培养医疗相关的专业是真无简单等等的因素，所以裁定3个人交保，限制自己出境出海，嘛禁止做医疗核心的行为。有看到新流出112年拍摄比较完整的影片，那证实本院神经外科杨梦云及郑文玉医师确有违法，要求院方于期限内提出完整报告及补救措施，并责成该院务必落实内部监控机制。针对这点，台中营总出面回释的，嘛召开临时院部的会议，这2个医师拢封记一支大告，而且停止这2个人手术的业务。台中市府回应讲，病院伫咧医疗管理甲督导医师执行职务嘛有疏失，所以罚病院10万块的罚款。那涉案的医师是停业1个月，后续则以刑事判决的结果依法来办理。因为从开始是3个医师去互检举，目前敢若2个人去互处分。病院是回应讲，另外一个姓廖的医师并无去互检方来做被告，还阁要等侦查的结果出来。那病院内部嘛会加强手术室管理的流程，还阁有安排代理医师来保障患者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